民數記第11章，眾百姓發怨言，他們的惡語達到耶和華的耳中。耶和華聽見了，就怒氣發作，使火在他們中間焚燒，直燒到營的邊界。百姓向摩西哀求，摩西祈求耶和華，火就熄了，那地方便叫作他比拉，因為耶和華的火燒在他們中間。他們中間的閒雜人大起貪慾的心，以色列人又哭號說：誰給我們肉吃呢？我們記得在埃及的時候，不花錢就吃魚，也記得有黃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蔥、蒜。現在我們的心血枯竭了，除這嗎哪以外，在我們眼前並沒有別的東西。這嗎哪仿佛芫荽子，又好像珍珠。百姓周圍行走，把嗎哪收起來，或用磨推，或用臼搗，煮在鍋中，又作成餅，滋味好像新油。夜間露水降在營中，嗎哪也隨着降下。摩西聽見百姓各在各家的帳棚門口哭號，耶和華的怒氣便大發作，摩西就不喜悅。摩西對耶和華說：你為何苦待僕人？我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，竟把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？這百姓豈是我懷的胎，豈是我生下來的呢？你竟對我說，把他們抱在懷裏，如養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，直抱到你起誓應許給他們祖宗的地去。我從哪裏得肉給這百姓吃呢？他們都向我哭號說：你給我們肉吃吧！管理這百姓的責任太重了，我獨自擔當不起。你這樣待我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立時將我殺了，不叫我見自己的苦情。耶和華對摩西說：你從以色列的長老中招聚70個人，就是你所知道作百姓的長老和官長的，到我這裏來，領他們到會幕前，使他們和你一同站立。我要在那裏降臨與你說話，也要把降於你身上的靈分賜他們，他們就和你同當這管百姓的重任，免得你獨自擔當。又要對百姓說：你們應當自潔，預備明天吃肉，因為你們哭號說：誰給我們肉吃？我們在埃及很好。這聲音達到了耶和華的耳中，所以他必給你們肉吃。你們不只吃1天、2天、5天、10天、20天，要吃一個整月，甚至肉從你們鼻孔裏噴出來，使你們厭惡了，因為你們厭棄住在你們中間的耶和華，在他面前哭號說：我們為何出了埃及呢？摩西對耶和華說：這與我同住的百姓，步行的男人有60萬，你還說我要把肉給他們，使他們可以吃一個整月？難道給他們宰了羊群、牛群，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魚都聚了來，就夠他們吃麼？耶和華對摩西說：耶和華的膀臂豈是縮短了麼？現在要看我的話向你應驗不應驗。摩西出去將耶和華的話告訴百姓，又招聚百姓的長老中70個人來，使他們站在會幕的四圍。耶和華在雲中降臨，對摩西說話，把降與他身上的靈分賜那70個長老，
靈停在他們身上的時候，他們就受感說話，以後卻沒有再說。但有兩個人仍在營裏，一個名叫伊利達，一個名叫米達。他們本是在那些被擄的人中，卻沒有到會幕那裏去。靈停在他們身上，他們就在營裏說預言。有個少年人跑來告訴摩西說，伊利達、米達在營裏說預言。摩西的幫手嫩的兒子約書亞，就是摩西所揀選的一個人，說，請我主摩西禁止他們。摩西對他說，你為我的緣故嫉妒人麼？惟願耶和華的百姓都受感說話，願耶和華把他的靈降在他們身上。於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長老都回到營裏去了。有風從耶和華那裏颳起，把鵪鶉由海面刮來，飛散在營邊和營的四圍。這邊約有一天的路程，那邊約有一天的路程，離地面約有2肘。百姓起來，終日終夜，並次日一整天，捕取鵪鶉，至少的也取了10賀梅爾，為自己擺列在營的四圍。肉在他們牙齒之間，尚未嚼爛，耶和華的怒氣就向他們發作，用最重的災殃擊殺了他們。那地方便叫做基博羅哈他雅，就是貪欲之人的墳墓，因為他們在那裏葬埋那起貪欲之心的人。百姓從基博羅哈他雅走到哈洗錄，就住在哈洗錄。